開心發學，人哋有咩好，你都千祈唔使眼紅，因為比較係快樂最大嘅小偷。見人哋喺 FB、IG 朋友圈曬大屋名車、曬事業順風順水、曬家庭和睦，即刻覺得自己好輸蝕、好唔掂。點解佢哋咁風生水起？我自己就咁得過且過，越諗越唔舒服，個心沉重到極點，連平日食飯行街都冇晒心機，夜晚瞓低都仲喺度比來比去，諗落都覺得自己好無謂，好似輸咗場波咁，想笑自己都笑唔出呢。其實呢啲感覺都係因為成日比較野嚟嘅，好似行山總要跟住人哋條路線咁，一開始覺得要追上先夠刺激，結果點知越跟越慢，越比越冇癮，忽略晒身邊嘅靚景同清新空氣，心入邊塞滿晒壓力同埋怨，行到頂都覺得完全唔 enjoy，諗翻起都想打自己一巴。同你講，你不如試下轉行自己條路就唔同晒啦。發現原來自己嘅路線都會有另一種風味，每步都輕鬆寫意，沿路慢慢欣賞，停低吹吹風都覺得好滿足、好自在，好似突然間人間清醒咁，開心到想自己讚自己兩句。總結嚟講，唔比較先享受到人生嘅真正滋味啦。因為真正嘅滿足唔係俾人多，而係啱自己口味，令自己最舒服、最開心。接受咗呢點，各有各路線，先至係真正嘅人生贏家嘛。